葵盛東3到4人單位間2房，咁興趣嘅隨我睇睇啦。門口呢度做咗個到頂鞋櫃，搭配中空位，呢度放置雜物喺度。然後我哋睇反電視櫃，呢度做咗個電視地軌搭配背景牆，屋企即刻靚晒。睇完客廳，我哋依家睇睇廳房，玻璃趟門隔斷，裏邊呢度做咗一排吊櫃，下方放置3尺地台床，窗邊書台，一側再做咗上下床，下床做咗地台床，增加多嘅收納。主人房，窗邊放置5尺地台床，連埋一側書台加到頂櫃一體嘅設計，慳下唔少位。然後衛生間呢度做咗一字形嘅浴室櫃和鏡櫃。好啦，裝修家私一條龍，咁興趣嘅街坊可以 PM 我啦。